农历春节哪来哪接近，各大超商或者是量贩店，嘛陆续推出外炸的年菜，唔定这种的菜色提供选择，同时嘛减轻民众筹备食材甲料理的时间。不过为了避免民众误菜高油、高热量、甲营养不均衡，基美医学中心营养科嘛提供几点的撇步，教导民众健康来选择。大家都逐渐的在年菜中去转往选择现成年菜这一块，可是既然它有这么多的好处，其实它相对应还会有一些缺点在里面哈。就例如说它是冷冻包装的，所以说难免它其实没有办法添加太多的一些新鲜的蔬菜跟水果在里面。那再来第二个是它可能为了它的口感啊，还有它的层次感，所以它还是会添加比较多的一些食品添加物，还有它的高油高盐的一个部分在里面。那所以今天分享的几个撇步的话呢，主要就是针对我们要怎么样去选择现成年菜，在取得刚刚提到的这些好处以外，又能够把那些缺点尽量降到最低。所以我们会分享2个撇步来和大家试做这样子。第一个就是我们尽可能的要去增加一些蔬菜的部分，因为蔬菜富含了一些膳食纤维啊，还有它的维生素、矿物质这些微量营养素，再加上不同颜色的蔬菜，其实它都有它自己的植化素在里面。那这样子的一个营养成分呢，其实就可以很有效的去提升我们的免疫力，那增加我们的一个抵抗力，让我们能够去抵抗这样子的一个疫情。再来，因为蔬菜它本身就富含比较多的一个膳食纤维，又有低热量的特性，加上它又很有饱足感，所以其实它在整个年菜的过程中啊，其实它是可以帮助我们提升饱足感，然后去减少体脂肪的一个囤积的。那在第2个部分的话，我们会建议说，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建议要多摄取一些免疫相关营养素，所以会建议大家，其实在海鲜或者是鱼类的食物呢，都可以多多摄取。除了多纤饱足加海鲜低卡的年菜料理，另外基美医学中心嘛针对有吞咽困难的长者，教导民众如何调理钙合。我们这边呈现的是用奇美食品的一个年菜，那经过搅打以后，再加入部分的市售商业配方。那其实我们只要把关键字塑形剂打进去，就是浏览器应该都可以找到市售很多种的商业配方。那依他们的一个标准制作步骤来去执行，就可以得到这样子质地非常均衡的一个料理。这样，那这样子的好处就是它在进食的时候呢，比较不会去呛到，能够有一个完整的质地，不会说容易离水啊、出水这样子。不管是外炸年菜，或者是针对长者的调理钙好食材，营养师建议，拢应该赶紧食完，避免重复来加热，影响到食材的食品安全。希望予民众会用个食得健康，热量嘛袂超标。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